过来看到哪有人大路唔惊要行弯影，高雄市一个20外岁查甫人唔知安怎掉入咧真金区一条风火巷，差不多敢若40公分宽，一个大人肩胛头的宽度。这个查甫掉入内底，大声喊救命，啊，佮一直皮皮喘。厝边看伊徛伫咧2层楼悬的插寮，落尾赶紧通报消防人员，甲伊救落来。嘛唔知讲到底是安怎，无张持，哪会掉入咧遐？一个人准备投去地接的。高雄一个20外岁查甫人徛伫风火巷内底，等伊看到消防人员的时阵，一直咧发失礼。消防人员叫伊倒要紧落来。这个查甫徛伫风火巷，骹下边是搭这个压条啊，因为压条的下边是有2层楼悬，安尼互这个查甫惊甲皮皮喘。你5点外起火，到站。跳到9点半。我也在5点外起火，救命！救命！代志是发生伫11个早起，地点伫个高雄的正金。事当时，这个查甫徛伫个敢若有一个人肩胛宽度的风火巷内底，大声咧喊救。附近的厝边啊，听到喊救声，紧去甲看，才发现讲伊徛伫个真悬的所在，落袂落来，就赶紧敲119来甲救。它位置所在于40公分宽的防火巷内，离地差不多4公尺处，然后它站立在一个差不多这么宽的木条上面而已。然后其实上已经不是很，因为情绪又不是很稳定，所以说我们也怕它掉下来。消防人员用锁啊甲绳扎推，开尾2点钟才顺利把这个查甫甲救落来。也若讲这个查甫到底是安怎会徛伫个风火巷内底，这都要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